20幾年嘅時間咧，其實相當之長嘅，因為咧整個國家甚至乎咧佢嘅兄弟、佢嘅家人、父母親，表面神都話俾佢聽，佢係同你講好話，但係其實咧一離開你咧背後，其實咧恨之入骨，講好多嘅説話啊，想你死嘅。所以喺當時咧，神自己其實咧話俾耶利米聽，佢話你唔好信甚或乎即話你家人同你講嘅説話嚇。咁再講咧，耶利米都知道。佢話東國咧有好多人咧，甚至乎咧去計謀殺害佢、殺死佢，所以多次祈禱，你見到耶利米書都求神咧去報應嗰啲去計劃殺死佢嘅人。所以你見到喺當中佢係可以咁講係幾乎係冇朋友，有嘅咧都係僅餘嘅兩三個人咧。特別咧喺當中有一個咧係專幫佢做秘書，佢喺年青嘅時候去接呢個嘅重任嘅時候，並且呢個重任唔係一個細嘅重任，係列國嘅先知，講同所有包括佢本國嘅人咧相反嘅説話，但係其實亦都係救恩嘅説話，所以本國嘅人可以至少知道咧係可以得救嘅。如果佢哋肯聽，改正佢嘅行為，佢哋就可以免除咧被神咧連根拔起嘅地方，被擄到去咧遠方嘅巴比倫。所以佢哋咧經過3次神俾咗機會佢哋，但係咧可惜咧一而再，再而三咧。所以3次咧，巴比倫王咧嚟到咧，結果咧殺害佢哋之外咧，嘅擄到去咧遠方巴比倫咧，3次都係只係4600人咧，呢個係總數，所以咧死亡嘅人咧係相當之多，講緊係個百萬計嘅人咧甚至乎係數百萬計嘅人咧，可能咧而家只係剩翻咧寥寥可數，同埋佢眼見好多人咧死喺個街嗰度，喺當中咧佢已經係依靠神。掙扎係固然係有嘅，佢一次又一次咧，有時咧俾人哋咧去軟禁嘅時候，或者當中甚至乎咧俾人去欺凌嘅時候，但神咧喺當中往往咧即係最緊張嘅關頭咧都救佢出嚟。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邊可以見到咧，神的而且確咧使用耶利米咧可以咧好堅強咁樣一直到底，佢成為咗一個咧係史無前例其中一個咧幾個典範。因為通過神其實自己嗰個預先知道嗰個人咧揀選，然後跟住咧再嗰間中心去行落去，而唔係咧中途咧即係跌倒咧去離開神係有嘅。神你都容許咧有一啲人咧係會中途咧即係跌倒咧，而為咗利益為咗自身嘅安全感為咗其他自己嘅喜好咧而離開呢個行列嘅，離開即係神原本俾佢嗰個使命。咁神咧。有時咧，佢嗰個懲罰臨到嗰個人，或者審判臨到嘅人咧，亦都係有好多災難嘅。所以咧，耶利米咧其實係好好。你細想，你係耶利米，你好似20未到出頭而你要做列國嘅先知講嘅説話，神要你咧同佢哋反對，因為神話我要拆毀佢哋，拆完之後咧先至再建造。咁你預先一定係相反咧，針鋒相對。但係你試問呢一個嘅人？點可能對全世界都好似當時嘅全部鄰國你要反對？所以咧，佢僅有嘅嗰1、2、3個可能嘅朋友同埋親戚咧，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神蹟。因為咧喺當時嗰個情況裏邊咧，咁嘅日子咧，唔好話20幾年，即係咧20幾日咧都未必可以咧生存得到。所以但係你見到咧，當神咧俾個耶利米咧，佢又真係咧去一路咁去做嘅時候，你見到其實佢嗰個神係保守咗佢，心智咧十分清醒之外咧，一直都好忠心。你見到佢係好健康嘅同神嘅關係。我相信咧，比着我哋咧唔係淚眼嘅先知，已經成為咗盲眼嘅先知。啲眼啊，我諗控制唔到。如果太過分嘅時候，刺激雙眼咧，一早已經盲咗啦。即係20幾年，如果佢真係日日咁樣流淚嘅時候，唔好話20幾年，係咪20幾個月都捱唔到。顯然見得到咧，耶和華自己手作為神嘅僕人咧，我哋一定要清楚。首先係咪神嘅呼召咧？如果係嘅時候，佢預先知道。所以我哋遇到幾艱難都好，喺神預先知道，我認定呢樣嘢，我哋嘅心就能夠平安。無論經歷啲乜嘢都好，你起碼知道神係預先睇通你一生前面嘅路。呢個就係耶利米應該所知道，保護到底，起碼保護到你完成咗喺在世嗰個時間嗰個使命，唔會一過早咧夭折。起碼你做到咧，神要你一生裏邊個使命，咁你一生不枉過。咁獎賞咧，肯定喺天國有份。在世係咪一定咧？咁其實
唔一定，但係至少喺天國